总统蔡英文2016年提出8年20万户社会主体政见，即马任期就要满，外界佫开始咧关心明年的总统大选，参选人的社会主体政见要安怎来发？透早主体联盟就提出社会主体6大方向，包含多元经营、增加财源等等。嘛讲未来无论什么人来当选，嘛会继续来监督。 社会主体两关咧起，都是为着要达到总统蔡英文8年20万户社会主体政策的目标。不过2024年总统就要换人做，主体联盟针对总统参选人提出社会主体政策来做分析。其实对于边缘弱势或是青年群体，其实是不太符合所谓的可负担精神的。那所以我们主张应该要以住户实际的收入来定就是租金的分级。 然后，并且要同步建构永续财务的机制。主体联盟认为讲，三大参选人包括赖清德、郭文德、甲侯友宜，拢有意愿继续起社会主体。不过现阶段来讲，台湾的社会主体也有6大面向要来拍拼，亲像建立社会主体多元兴办模式，透过规范都市开发，提供社会主体或者是强化奖励民间兴办的机制。推动的过程当中，有关社会主体营运，爱以地方为主，中央为辅。 卫福部嘛爱同意强化社会主体居住福利的计划，透过这6大面向的改革，和社会主体政策会当久久长长。的确有一些个别的议题，可能有些候选人是没有直接的回应表态，他可能是用一个比较间接的方式来去陈述。3位候选人在这个6个主张上，我们可以说有点是大同小异。 无论是虾米人当选总统，主体联盟认为讲，继续推动社会主体是后一任总统无法度走闪重要的议题，才要让社会主体变作是口号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